杨小姐，他想杀人灭口，你救我！孩子，我现在抓疑犯，你拿枪对着我，我也是警察，放手！阿里，你干什么？他拿枪指着我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是他被疑犯用棒子还把我插打大海。我也被疑犯打，你拿枪指着我干什么？放手！没事，这件事应该是误会。你跟踪人的技术很烂的。黑街啲孩兒，夜夜也愛在此，玻璃樽空罐子，夜火燒去冚事，有心啲零時，造就暢快日子，喧嘩中燒報紙，去寫宣泄動議，不知社會，不知世間發生着任何事，不給勸解，不給制止，最厭惡發告。我